嗱，呢套別墅咧，比琴日介紹嘅單位仲要平到100萬，而且仲做到咗列獨棟添喎。首期先至50萬嘅咋，呢個性價比其實相當之高，現樓現正嘅。前花園連接翻後花園嘅。其實整體係一個環繞式嘅花園，總面積超過100個平方米啦，咁就好舒服嘅度假嘅一個產品俾大家介紹一下。後花園呢度咧空間好大啊，咁做個涼亭啦，或多個魚池添。呢度做個泳池嘅問題都唔大噶，因為 size 係好足夠嘅，過嚟玩啊嘛，玩盡佢。做靚啲啊 ，OK， 咁就地面有2層半嘅建築，跟住地下仲有1層嘅地下室，咁夾埋係3層半嘅一個獨棟別墅啊。呢度咧中庭花園有一個下沉式嘅設計，隔離仲有一個地面嘅花園，可以放翻張餐台嘅，加4張餐椅啦。我見到所有公共區域都會連接翻我哋屋苑入邊嘅，例如咧後花園啦，連客廳；中庭花園連翻地下室同埋我哋嘅飯廳。咁前花園就入門嘅位置入門呢度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噶，有瓦遮堤啊，咁就入門可以換鞋啦，咁你相當於係又方便又優雅嘅。咁入到入邊咧，咁就係玄關位，隔離咧係我哋嘅入門嘅一個衛生間嘅位置，咁就冇做淋浴區，因為1樓咧係冇佈置房間嘅。OK， 咁就飯廳隔離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出邊仲有一個露台添，你見到所有嘅公共區域啦，基本上都會同埋我哋出面嘅空間連接嘅，有露台啦，或者採光啦，各方面都非常之好。客廳咁就3米半嘅層高，唔需要去做呢個挑高，都可以有比較靚嘅空間嘅。OK， 咁落翻去咧，下邊就係我哋負1樓嘅位置。呢一棟別墅啊，地下室咧就唔算特別大啦，因為咧就唔算係太新規嘅產品嚇。咁就我哋呢個傭人房。第一個單獨嘅衛生間，跟住咧仲有一個操作間，咁就佢個活動空間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前邊有2個門咧，咁就係我哋嘅儲物間同埋雜物房都關咗起身嘅。呢度咧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，喺我哋嘅一個地下室嘅位置，有單獨嘅淋浴，咁就同埋隔離呢個房間咧就相當於半個套房噶啦。呢個做客房招待朋友係好唔錯嘅，有比較靚嘅採光面，同埋咧。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公共區域，而且個空間 size 都好足夠，非常體面嘅。呢度咧係我哋嘅客廳嘅位置，係負1樓嘅會客廳，私密嘅，飲酒嘅，傾偈嘅都冇問題。而且咧你唔中意喺室內食煙嘅，隔離呢度咧係有下沉式花園，開個門出去咧就有戶外嘅空間㗎。所以見到呢一個比較開放式嘅設計，我比較中意咧。基本上所有公共區域都會同埋我哋嘅戶外空間連接喺一齊嘅。非常之舒服，非常有度假 feel。呢度係啦，步梯嘅位置，見到圍住轉啦，因為中間咧係有我哋嘅一個電梯嘅位置。因為1樓咧就冇佈置房間啦，有個電梯咧都好方便上到2樓，咁2樓都可以做長者房，其實都係相當之方便嘅。2樓咧就係我哋家人嘅內部嘅私密嘅空間啦，相當於係咁就有我哋嘅一個 BB 房，呢度咧就好舒服嘅，光猛全景嘅一個採光窗。呢度係衣帽間連接衛生間，帶埋個浴缸添㗎。中間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廳，咁呢個客廳咧就只有我哋嘅屋企人啦、細路仔啦同埋家人啦一齊玩嘅地方。呢度咧可以做我哋嘅長者房，有獨立嘅衣帽間同埋衛生間嘅咁就睇睇採光都好足夠。呢一兜咧咁就係我哋嘅休息區嘅位置，放櫃位都有，空間係好大嘅，而出邊咧仲有一個私密嘅露台添。見到真係好多露台嘅喎，真係好正。一個好多嘅一個呼吸大自然嘅新鮮空氣嘅位置。跟住上到嚟我哋嘅3樓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同埋我哋嘅天台嘅位置。感受一下呢一個空間陳列，我覺得主人房咧好夠格，我哋攞嚟度假噶，有大傾西式嘅床鋪啦，採光面好足，有個單獨嘅細露台咁跟住咧有大嘅一個衣帽間，另外咧我哋嘅淋浴間好大因為你出去度假啊嘛，肯定要有個浴缸先係咪？咁大嘅一個我哋嘅衛生間大浴缸，全景嘅窗。跟住咧企缸位單獨嘅雙面盤嘅一個洗手盤，非常靚。跟住咧出邊咧仲有我哋嘅大天台呢個公共區域啦。聚會啦、barbecue 啦、party 啦，完全冇問題嘅，非常之舒服嘅一個靚空間咁就項目咧呢度咧總價300零萬，跟住咧首期50萬可以上車，有興趣記得 call 翻我喎。